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綿羊看世界，我係楊姑娘。今日我想同大家睇一個故事，係關於矮子撒該。有一日，耶穌進入耶利哥城，有好多人跟住佢。耶利哥城有一個人名叫撒該，係一個收稅嘅官員。撒該非常之有錢，但佢又貪心又唔誠實，成日都呃人錢㗎。當佢知道耶穌要經過耶利哥，佢就好想睇下耶穌係一個點樣嘅人。不過耶穌周圍逼滿咗好多人，佢又生得矮細，所以睇唔到耶穌啊。呢個時候呢，佢見到前面有一棵桑樹，佢就急急腳咁跑喺人群嘅前面啦。唔使一陣，佢就爬咗上去嗰棵桑樹上邊，佢好焦急咁嚟到等緊耶穌去經過啊。耶穌嚟到樹下，停低咗落嚟，抬頭一看，就對佢講啦：撒該，快啲落嚟啦！今日我要住喺你屋企啊！撒該聽到耶穌咁講，就急急腳由樹上邊去爬返落嚟，而且仲好歡歡喜喜咁接耶穌返屋企。不過其他見到嘅人呢，佢哋就非常之唔高興。嗰個耶穌竟然會去嗰個壞人嘅屋企啊！不過耶穌冇理會其他人點講，因為佢愛撒該。撒該因為耶穌好愛佢，大大改變咗啊！佢企喺耶穌面前同佢講：主啊，我將所有嘅一半分畀窮人，我呃過邊個人嘅錢，我就還返佢4倍。耶穌就話啦：今日救恩嚟到呢一家人，我嚟到世上嘅目的就係要尋找同埋拯救好似撒該咁樣嘅人。撒該喺認識耶穌之前係貪心同唔誠實嘅人，佢認識耶穌之後大大改變。耶穌好愛撒該，願意幫助佢。同樣，耶穌都好愛你，願意幫助你。你有乜嘢壞習慣、唔好嘅行為，需要耶穌幫助你去改過嘅呢？